再来看立委江启臣今仔指出讲，有诈骗集团提伊来骗伊的支持者，讲伊人伫乌克兰在做战地记者，要求支持者付赎金，互伊回国。加在这支持者有去问服务处，才无防骗。江启臣嘛批评讲，所谓发展部成立一党路，诈骗却愈来愈多。家己挂乌人目镜的相片，竟然互人截图，正做乌克兰前线的战地记者。由于江启臣安怎也想袂到，诈骗集团摕有名人相片骗人，竟然也找伊的支持者、选民廖小姐，透过面册社群加赖联络，要求廖小姐协助付13700美金的比特币的赎金。他跟我讲说，他在2年多前就已经辞掉立委，去到那边政府，他是由政府特派去那边做这战地记者的。付赎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了。廖小姐汇钱进前愈想愈唔对，决定打电话到服务处来问，才发现拢是一场骗局，佮甲江启臣到警局报案。江启臣批评，敢若伊本人将近1年，相片互人盗用的案件就超过100件。回顾所谓发展部成立1年的表现，选择打诈算是愈拍愈多。抒发部应该是一个打诈的主力，最后变成是打杂，在做这什么点面线的平台，然后最后呢，看到这个成绩，我是觉得在打混啦。数位部在这个打诈纲领里面的分工，那数位部基本上担任是堵诈跟主诈这个的协办机关，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做检警支持的，强化第三方支付的管理，电商导入银码的机制。那我们上个礼拜也宣布了政府短码简讯平台111的这个公布。网络诈骗是误会10色，所谓部表示，已经协助检警机关甲Meta建立绿色通道，下架实在广告，佮甲赖公司建议建立红色通道，下架诈骗相关的消息，希望继续精进所谓轰炸工具，打击诈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